尊敬嘅各位法師、各位賢友，大家晏晝好。非常歡喜，今次係第二次嚟到三寶中心，大家分享學佛嘅心得。我記得上一次嚟係講淨業三福，又用廣東話。今次咧講呢個西方法源文，咁兩個專題可以講話係前後呼應。我哋學佛目標係為咗成佛，咁成佛法門有好多，所謂84000法，門都可以幫助你成佛。咁我哋喺末法時期咧，釋迦牟尼佛指示我哋係要選擇一條易行道，即係最簡單、最方便、最容易嘅一個法門，就係淨土念佛法。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去到極樂世界啦，經常講得好清楚，皆是阿惟越致。呢個就係講三不退轉嘅，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三不退係喺成佛嘅道路上會退轉，即係只有進步會有退步，亦即係話必定能夠成佛。所以末法時期大集經裏邊為我哋講，億人修行，難得有一個能夠成就，唯有念佛法門可以得度生死，可以能夠了脫生死論。所以自己亦都選擇專修淨土，希望呢一生就能夠離開六道嘅輪迴，將呢個生死嘅大問題解決。咁我哋要求生極樂世界，去阿彌陀佛嗰度，要具足咩條件呢？上一次咧講嘅就係淨業三福，呢個係基礎。喺觀無量壽經上講，佛話：若生彼國者，當修三福，呢個淨業三福。咁呢度就再複述。如果上次未嚟聽嘅，不妨可以攞嗰個光碟聽。咁今日咧所講嘅專題就係要法，因為往生極樂世界關鍵就係信願行，呢個稱為西方淨土修行嘅三資嘅資就係資金嘅資，糧嘅糧食嘅糧，亦即係話，好似古人要上路要帶啲錢銀帶啲乾糧，咁你先能夠上到路。如果唔係就唔得。咁我哋要上西方之路去極樂世界，要準備咩資糧咧？教俾我哋聽三資糧。第一個係信，第二個係願，第三個係行。呢個行主要就係講持名念佛，念阿彌陀佛嘅名號。
呢個就係行。咁真正能夠相信淨土相信有阿彌陀佛，亦相信我依家發願求生極樂世界，一定可以喺臨命終嘅時候望阿彌陀佛為之嘅。呢個係阿彌陀佛嘅48大願同我做嘅保證，我深信不疑。呢個第一個條件就符合。第二個條件信咗之後咧，就要發願，你好願意去咁你好願意去嗰邊咧，必定要將呢邊放下，唔可以話我呢邊又要，嗰邊又要，我兩頭都唔靠我得，一定係要將呢個娑婆世界徹底放下，乜嘢都唔留戀，心心念念到向往求生嘅世界，呢個願就懇切。咁有信有願就必定能夠往生。咁念佛咧就係作為我哋嘅助緣，念阿彌陀佛提醒我哋保持呢個信願。所以我哋用咩心去念佛咧？就係用深信切願呢種心去念呢個阿彌陀佛，咁就叫做相應。所謂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如果冇信冇願或者係只有信冇願，咁嘅話念佛就唔相應。唔相應咧，就等於百念古大德講話，口念彌陀心散亂，喊破喉嚨也枉然。即係百念浪費時間。當然念仲係好過唔念啦，比鬧人會好係嘛？念阿彌陀佛仲好過鬧人，唔使做口業，但係對你往生極樂世界嚟講，就冇咩太大作用。所以往生嘅關鍵就係信願。咁行係即係等於係保障你行呢個信願得通。咁我哋淨土宗第9祖蕅益大師注解嘅《阿彌陀經》，叫做《阿彌陀經要解》，上面講得好清楚，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潛心。意思就係話咧，我能唔能夠往生極樂世界你唔使問人，自己會知道，就睇你係咪深信切願。深信就係冇懷疑，切願就係懇切嘅呢種發願，一定係呢個世界全部放下，唔再留戀。咁信願具足，一定往生，全由信願之有無。你有就往生，冇咧就往生。咁至於念阿彌陀佛咧，係決定你往生之後喺極樂世界嘅品位嘅高下，決定於你念佛嗰個持名念佛嗰個功夫嘅深淺。功夫深嘅念阿彌陀佛咧念得好咁就往生到高品，上品往生，或者上中品往生。功夫差嘅咧，往生嘅就下品啦。但係下品都唔緊要，只要能夠往生下品，都係三不退嘅菩薩。
都係當生能夠成佛。所以極樂世界太殊勝。我哋話程度好差，程度好差唔緊要，去到之後阿彌陀佛保障我哋一往生就係阿惟越致菩薩，然後必定不退轉，必定能夠成。你亦都可以同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普賢菩薩一樣，可以隨時去十方世界供養諸佛，度化眾生，一樣係咁殊勝。所以下品往生都好滿足。所以關鍵問題就係你要信有緣而信願兩者對比起嚟咧，嗰個緣仲要緊要。點解咧？因為有信嘅人未必緣。譬如講聽經文法聽得多啦，佢相信有極樂世界，佢信佛，但係佢未必願意去。好似法門裏邊有好多嘅呢啲所謂嘅大法師大禪師佢哋可能發願係咩咧？我要生生世世喺人間度化眾生，佢唔願意去極樂世界。佢唔係唔信，佛講嘅佢都信，佢冇話，但佢唔願意去，咁就冇福啦。但係有緣嘅人一定有信，冇信佢點可能發願去？所以緣就更加關鍵。只要有緣，你就具足往生嘅條件。所以信願行三資糧裏邊嗰個緣就係關鍵中嘅關鍵。所以今日就要同大家專門講啲緣。咁我哋就攞出明朝淨土宗第八祖蓮池大師佢所寫嘅西方法願，同大家一齊。咁呢篇文章就係勸我哋緣通過呢篇文章嘅學習，你先知道點為之真正發願。用呢個嚟檢驗自己，到底能唔能夠去往生？唔使問人，唔使算命唔使去問嗰啲神通嗰啲人士，唔需要，自己就知道能唔能夠往生。呢篇文章就話俾你知。大家係咪都想往生極樂世界？掌聲俾你哋自己嘅。呢個掌聲十方諸佛都拍鼓掌有冇聽到因為阿彌陀經你睇上面講話係呢個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下方、上方六方諸佛所讚歎嘅經，所護念嘅經。你只要能夠依教奉行，你真正願意往生極樂世界嘅人十方諸佛都讚歎你，都護念你。所以十方諸佛都同你拍掌。呢個真係難得。好啦，咁我哋嚟睇下呢篇文章，題目西方法願。咁呢個題目咧，分成別題同埋空題。別題就係特別嘅，呢篇文先有前4個字叫做西方法願。後面嗰文就通題，所有嘅文章都變成文。咁西方係我所發願嘅呢個往生嘅對象。我去邊度去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嘅淨土。發願係我哋自己，我哋發願求生西方。咁
呢個作者係蓮池大師。蓮池大師佢個法號係朱紅大師。佢係明朝當時一位法門裏面公認嘅通宗通教。佢禪宗裏邊亦係通大，教下亦都通大，亦都通戒律，最後專修淨土。佢為大家留下兩句話，呢佢晚年講，話三藏十二部留俾他人，84000行擾於他人。意思就話三藏十二部嘅經典我唔再去讀啦，我唔去悟啦，俾你哋去悟啦。佛教我哋84000菩薩行你哋去行啦。我咧就冇實業方面求生嘅。呢個係咩咧？真正係唔透嘅人，大徹大悟嘅人。所以最後就係一句佛號。未悟透嘅人，佢就唔肯一句佛號老實，仲想搞下其他嘢，禪又想參下，戒律亦都學下，嗰啲經典咁多都本都想碰一碰，讀一讀。翻一翻，聽講密宗唔錯可以即身成佛就跟住去念佛咒，搞下呢樣，搞下嗰樣，呢種咧係唔透嘅人，真正唔透嘅人，唔單止世間法放，連佛法都放，一句佛。所以蓮池大師83歲往生前半年嘅預知時辰。往生前就去城裏邊同原先嗰啲道友護法去告別，講俾大家聽，我要往生啦，我要走啦，拜拜一道別，跟住自己最後非常安全咁往生。最後往生之前，弟子們圍喺旁邊，請蓮池大師留下最後嘅遺訓，俾佢哋最後嘅開示。蓮池大師講咗8個字：老實念佛，莫換提防。老實念佛，莫換提防。8個字講完就念佛往生。呢個係大師對為我哋做嘅最好嘅榜樣事。呢種人一齊講。咁佢老人家寫嘅呢個西方法門，可以講話字字句句都係從自性流露出，同佛嘅境界完全一樣。雖然係佢自己寫嘅文字，但係我哋都應該將佢睇成佛經一樣，完全係佛之佛教。咁我哋依家讀下呢個文。呢篇文咧分成2個大段，第一大段其實就係前面嘅4句偈。後邊嘅咧全部都係原文，咁原文其實就解釋呢前面4句偈，呢4句偈就係提綱挈領。好，我先將4句偈讀出嚟。稽首西方安樂國，接引眾生大導師。我今發願願往生，唯願慈悲開攝受。
呢首偈就係為我哋講明歸命阿彌陀佛，請求阿彌陀佛加持，稽手就係頂禮，叩到個地下，表示嗰種至誠恭敬。所以念佛人最好每日都有拜佛，專拜阿彌陀佛，就稽手叩頭。拜佛嘅時候，心無雜念，專注咁去觀想阿彌陀佛，就喺我嘅面前，就喺我嘅頭頂放光加持。咁而家我頂禮嘅對象係西方安樂國，就係極樂世界，接引眾生大導師。呢位大導師就係阿彌陀佛。佢發咗48願接引法界所有嘅眾生，只要你願意去極樂世界，佢就一定嚟接引。往生極樂世界一定係阿彌陀佛嚟接，唔係自己去。呢個法門係他力法門，靠阿彌陀佛嘅神力。唔係靠我哋自己嘅力量，自己冇嗰種力量，因為阿彌陀佛呢個極樂世界太遙遠啦。經常講話嚟呢度有10萬億佛國土呢個係咩概念呢？一個佛國土好似我哋娑婆世界就係一個佛國土，有3000大千嘅世界。呢個世界係叫單位世界，最細一個單位世界有幾多個呢？3000大千。3000大千唔係3個1000加起身，係3個1000乘起身，1000乘1000再乘1000，就係10個億，1 billion， 10個億，10億個單位世界。呢個單位世界係幾大呢？係一個銀河系，Milky Way， 一個銀河系。咁10億個銀河系就係一個佛國土。你話有幾大？銀河系直徑有幾長呢？8億光年。你話光個速度幾快？1秒鐘30萬公里光速。光要行8億年先從呢頭行到嗰頭。一個單位世界嘅直徑，咁你話10億個單位世界有幾大？呢個係一個娑婆國土。咁10萬億個呢種娑婆國土，咁遙遠嘅地方有西方極樂世界。所以你話你往生，你坐超光速嘅飛船都可能要經過幾多億年都去唔到唔係靠自力可以去。靠阿彌陀佛嘅不可思議神願力，一剎那之間就能夠去所以喺極樂世界呢度講係講西方，但係即使你唔知道係邊度係西方都唔緊要，因為阿彌陀佛係接你嘅你唔使搞清楚方向，亦唔使搞清楚路程只要見到阿彌陀佛就得啦。阿彌陀佛接你去，千祈唔好自己去，自己去又唔知去到邊所以到臨命終時，阿彌陀佛接你。咁呢度講大導師就係指佛。一般嘅菩薩或者係聖人，可以叫做導師。喺大學裏邊都有導師，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我以前喺澳洲昆士蘭大學都做過博士生導師。嗰啲導師唔叫大導師。大導師係咩咧？幫你解脫所有嘅煩惱，圓滿證得佛性，就係成佛嘅。
呢個老師就叫做大導師。所以只有佛可以稱為大導師。大導師簡稱就大師。大師唔可以隨便稱呼。我見到人話，某某大師，人哋未成佛，你叫人大師啊，其實咧太過恭敬都唔啱。就好似人哋唔係總統，你叫人哋咩總統，咁就等於挖苦人哋啦。所以我哋咧稱人哋嘅尊稱都係用一種恰當嘅稱呼，過猶不及。咁依家我哋頂禮歸命阿彌陀佛，然後下邊兩句表達自己嘅願望。我今發願，願往生，唯願慈悲開示受。我而家點解要頂禮啊？點解要求阿彌陀佛啊？就係希望我要呢一生臨命終時往生極樂世界。發願發願仲要求阿彌陀佛嘅加持。為願慈悲開示受，願阿彌陀佛慈悲我，憐憫我，接受我。我而家流轉喺生死輪迴當中，非常之痛苦，冇出頭之日。咁唯有阿彌陀佛能夠救得，所以自誠懇切去求阿彌陀佛。你能夠咁樣求，就說明你真正發願去。咁阿彌陀佛大慈悲，佢知道一切眾生嘅身上，只要我哋求，就一定能夠加持。佛心清淨，好似個大磬一樣。我哋要叩佢，佢先響。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唔叩就唔鳴啦。所以佛要求，佛就有證；你唔求就唔明。好似呢本經裏邊，釋迦牟尼佛為我哋講出呢個故事。提婆達多，大家唔知道識唔識呢個人？提婆達多。佢係佛在世嗰時候僧團嘅壞分子，專門搗亂嘅。佢對釋迦牟尼佛好妒忌，見到釋迦牟尼佛受大家嘅供養尊敬，佢又想做新佛，所以想謀害釋迦牟尼佛。甚至有一次佛行到一個山澗裏邊。佢喺嗰個山頂推個大石頭落嚟，想砸死釋迦牟尼佛。但係釋迦牟尼佛有護法神，我金剛杵將呢個石頭一下擊碎咗，但係仲係有一個小石片跌到佛嘅腳上，出咗啲血，叫做出佛身血。提婆達多出佛身血嘅罪。一定係無間地獄。你睇下咁樣嘅人，但係佢都有善根。佢跟住釋迦牟尼佛出咗家，佢出家嘅目的係自己想做新佛，佢自己想建立佢嘅真傳。咁有一次咧，佢食嗰啲酥油食得太多，所以個肚好脹，好辛苦。冇辦法諗下，佛陀好慈悲嘅，應該可以救助我嘅。於是佢就念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就喺佢念嗰時候，釋迦牟尼佛喺遠方用佢嘅天耳已經聽到呢個提婆達多喺度念佛。即刻就生起慈悲嘅心。咁佛喺遠方一生起一個慈悲嘅念頭嘅時候，
提婆達多咧，竟然就見到釋迦牟尼佛喺佢面前化身出嚟，然後同佢摸下頭，摸下個頭，佢就好咗啦。咁釋迦牟尼佛話俾我哋聽，我嗰陣時根本就冇去，雖然佛有神通可以去嘅，但係佛冇用神通，而係用咩咧？用一種大慈悲善根之力，同眾生嘅呢種感應。所以當眾生一呼出南無佛陀呢個名號，即刻就可以見到佛喺佢面前示出。其實佛冇嚟，但係眾生就見到佛，佛就可以幫助佢解決問題。佛都有呢種神力，呢種神力唔係話好似一般嘅小乘嘅阿羅漢或者係嗰啲天人作意嘅神通。咩叫作意神通咧？你想用神通嘅時候，佢哋先用神通，呢個叫作意，用個意念。譬如講，我依家想去美國，我要定一定，然後用我個神通力先可以去到美國。呢種係小神通。佛嘅神通係大神通，唔需要作意嘅，即係諗都唔需要諗嘅。只要眾生一有求嘅時候，佢呢種慈悲嘅願力就已經加持到眾生，眾生就見到佛嚟，就能夠得到解脫。咁釋迦牟尼佛可以咁做到，當然阿彌陀佛一樣係咁樣可以做到。因為阿彌陀佛呢個心性廣大，遍一切處，十方法界嘅眾生都係阿彌陀佛嘅心王，所以阿彌陀佛能夠入一切眾生嘅心上。當你念佛嘅時候，甚至你冇念出聲，你就心裏面諗佛嘅時候，佛已經能夠加持到你身上。所以當我哋臨命終嘅時候念阿彌陀佛嘅時候，自然就會見到阿彌陀佛喺我哋面前示現。而佛咧其實冇真正嚟，但係你確實真正見到佛係佛嘅化身。佛就攞金剛台、蓮花台接引你往生，去到極樂世界。就譬如天上嘅月亮。喺空中佢冇喐動到，但係你喺地下咧放一盆水，水裏邊亦都有影。所謂千光有水千光。咁月亮有冇入到個水裏邊咧？你話入咗又得，你話佢冇入又得。真正月亮喺天上冇入到，但係水裏邊確實就有月亮啦。不入而入，入而不入。只要眾生心心水清淨咗落嚟之後，佛就喺眾生嘅心裏面。所以只要我哋能夠懇切咁去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同時就示現喺我哋面前加持。或者你會睇到，或者你睇唔到，但係一定要加持。所以我哋要學識求佛，無論你哋有啲咩困難，大事小事都不妨求阿彌陀佛。你話你有病痛，肚痛，好似提婆達多咁，食多咗肚脹，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幾聲就好噶啦。或者係遇到咩唔順心嘅事情，求阿彌陀佛加持。自誠懇切，即刻就能夠有咁。或者你話我好希望中個六彩，阿彌陀佛加持我，加持我。結果冇中。呢個就係阿彌陀佛加持。點解？阿彌陀佛加持你，唔好貪心。所以求佛加持結果係點咧？
你唔好自己喺度胡思亂想結果一定係對你最好嘅，但未必係你想要嘅結果一定係對你最好嘅結果。阿彌陀佛知道咩結果最好你只要去求就得啦有冇幾時有呢個結果，你就唔需要太多考慮，將自己嘅所有身心交俾阿彌陀佛一切由阿彌陀佛咁樣就係念念不離佛，要建立好呢個習慣。好，呢個偈就講完啦，下面講正文。弟子某格，呢個某格就講自己嘅法門。弟子就講自己定文，普為四因三有，法界眾生，求於諸佛一成無上菩提道故，專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其身淨土。咁呢一段係為我哋講出發菩提心。咁呢段係發願普為普就係平中間唔會分別。當然為眾生嚟發願係由近至遠，由親至疏。四因對於在家人嚟講個四因係咩咧？父母因呢個師長因國土因眾生因。我哋練回向偈都講上報四傳因下濟三途苦。咁四因係對我哋有因嘅眾生，父母因德係好大。師長唔單止世間嘅師長，出世間佛法嘅師長對我哋嘅因德係更大。師長係俾我哋發生慧命。咁仲有國土呢個國土我生育我哋，對我哋有因。咁一切眾生都對我哋有因。就算我哋食一餐飯你睇呢啲飯係點都係農民辛苦嘅種植然後收成然後轉到銷售嘅渠道然後有人要將佢買翻嚟煮熟佢講到我哋面前，所以中間嘅勞動投入好多，對眾生嘅因好多。我哋不能忘記眾生嘅因，時時要知因報。咁三有就係講三界，所謂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咁三界眾生比四因又要講啲，寬講一啲。咁三有主要係講我哋娑婆世界，一佛國。法界眾生係整個宇宙整個法界虛空法界所有嘅國土咁眾生就無量無邊。我依家發願為呢啲眾生呢個廣大嘅對象，求於諸佛一成無上菩提道故。我要求成佛諸佛一成無上菩提道。呢個一成就有別於二成、三成。二成係講大成、小成。三成係聲聞成、緣覺成、菩薩成。咁《法華經》裏邊為我哋講得好清楚。
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隨佛方便說。意思就話佛嚟我哋呢個世間就係為咗講一乘佛法，呢個一乘就係成佛。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嘅。咁點解佛有講大乘，有講小乘呢？有講三乘呢？呢個都係方便說法。因為一下子講太高嘅法門你接受唔到。咁先同你講嗰啲淺嘅，從淺入深。好似咩？依家同你講博士班嘅內容，你唔明白。依家係幼稚園小學1年級咁你就先學呢啲先。小乘小乘就小學嘛，大乘就大學嘛。咁小乘大乘都學完啦，就同你講一乘最高嘅佛法嘅法門。但一乘唔係話廢除前面嘅二乘三乘。冇咗小學中學，你點可能讀到大學博士班？你肯定係讀唔到咁高。所以前面嗰啲二乘又好，三乘又好，都係為咗最後導歸一乘而安立嘅。所以唔可以用一乘法嚟廢除前面嘅二乘三乘。但係亦都唔可以止於二乘三乘，唔去進取一乘。所以小乘大乘根本唔會有矛盾。有啲人就覺得南傳嘅佛法係小乘，呢個大傳嘅北傳嘅佛法呢個大乘，兩個好似冇辦法相容。呢個就係唔明白佛嘅講法嘅用心。呢啲都係安立嘅方便，讓眾生逐漸提升嘅一個方便，都係好嘅，都重要。唔可以廢除。但係最後目的就係歸入一乘，教你成佛。咁我哋依家發願就係成佛。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咁依家咧專心嘅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我哋點樣嚟成佛咧？用咩法門咧？就係用念阿彌陀佛嘅法門。念佛最緊要係專心，專心就係唔好夾雜妄想。夾雜妄想就唔專心啦。所以念佛嘅時候，哪怕念得好少10句，呢10句裏邊都唔好打妄想，唔好諗其他嘢。如果你諗其他嘢，諗完先，諗完啦，將你諗嗰啲嘢放下，然後嚟念阿彌陀佛。保證嗰個品質。唔好兩邊都腳踏兩隻船，又要打妄想，又要念阿彌陀佛。咁唔得嘅。專心。咁阿彌陀佛係萬德洪名。萬呢個字唔係數字嘅，係講話具足一切嘅功德，圓滿嘅功德。因為呢一句佛號係阿彌陀佛因地上面無量劫所受嘅功德凝聚成為呢一個果，呢個結果。依家就將呢個果實全盤託到你面前，俾你嚟享用。咁你就放心享用啦。唔使喺度問呢個果點樣嚟㗎？好似呢個蘋果，蘋果個種子點樣嚟嘅？種子點樣種㗎？你施咩肥啊？淋幾多水啊？花幾多時間去種植啊？幾時開花？幾時結果？問咁多其實仲未享用。不如就一啖食落去，咁就享用到啦。阿彌陀佛希望你享用呢個果實。咁嗰啲唔老實嘅人咧，就問嚟問去，就係唔肯食嗰個果。
所以累到釋迦牟尼佛咧就講呢樣經，講嗰樣經，講咗呢個84000法門，三藏十二部經，為咗教你咩咧？食你個果啦，食你個果啦，最後就為咗要你食你個果，就係一成無上菩提呢個果你唔肯食，所以佛就只有同你講呢樣經嗰樣經，所以真正老實念佛嘅人，阿彌陀佛最讚歎，十方諸佛為你拍掌，呢個真正明白佛嘅心意係佛嘅好弟子咁我哋依家遇到呢個法門啦，可以講話係8000萬劫難遭遇，因為呢一生我哋就可以解脫啦，可以出六道輪迴啦，咁我哋要用恩重恭敬嘅心，專心嚟持念佛號，其生淨土。我期望願望係為咗求生極樂世界。咁呢個係發大菩提心，所以念佛唔係為自己嘅，呢度講嘅為咗一切嘅眾生。我去極樂世界可以好快成佛，成佛啦就可以度眾生，係為呢個去。我唔係話為咗喺極樂世界咧七寶蓮池嗰個水都係白功德水成日喺度沖涼好舒服然後咧想食飯嘅時候念頭一動啦，哇，百味飲食自然喺面前啦，食完飯都唔使洗碗，自然化去，哇，希望呢個自私自利咁樣就唔一定去到噶啦，要為咩？為一切眾生。為一切眾生係自己自利在其中。你去到極樂世界，呢啲享受都有，但係我哋唔係為呢種享受去，係為咗去咗極樂世界之後，能夠幫助一切眾生。所以去極樂世界，首先要發菩提心。下邊咧，第二段就係懺悔業障啦，又以業重福輕，障心為淺，染心而遲，淨得難成。今於佛前，喬勤五體，披力一心，投誠懺悔。我及眾生，曠劫至今，迷本淨心，重貪嗔痴，染為三業，無量無邊。所作罪咎，無量無邊。所結冤業，願悉消滅。發咗菩提心啦，要開始修行。修行從邊度修起咧？要懺悔業障。點解要懺悔業障啊？就呢度講嘅，我哋呢啲凡夫眾生業重福輕，業障好重，福報咧好輕，好少。咁點睇出咧？譬如講啦，你依家聽到定文法師介紹淨土法門啦，好啦，想發心修行啦，有冇有發心啦？然後咧翻到屋企就開始念阿彌陀佛，念唔到幾句，哇，喉嚨痛啦，呢個就係業障念唔落去啦。好啦，話頂禮西方安樂國接引眾生大老師好啦，禮佛禮唔冇幾拜，哎呀，腰酸骨痛，業障身體呢個筋骨唔呢個就係冇辦法去修行。仲有咧自己想
喺屋企裏邊食素，結果屋企人唔食，結果咧屋企人好反對，搞到屋企人不和，呢個係自己業障，呢個時候唔可以勉強，屋企人想食肉，由得佢食，千祈唔好話，哇唔可以食肉噶，食肉你睇下你殺咗生之後，佢將來會報復你噶，你今生食佢半斤，下一世佢報翻8兩，咁你就麻煩啦。屋企人唔學佛，佢好反感嘅，咁你先點咧？食肉邊菜咯，六祖慧能大師15年喺獵人堆裏邊都食肉邊菜，學識恒順眾生。所以呢個業障有好多種，總之就係障礙你修行，尤其是發心越勇猛，障礙就越多，呢個係業重福報好輕微，福報真正嘅福報係咩咧？你修行好順利，呢個就係福報，唔係一定話你有大富大貴，嗰個所謂嘅鴻福齊天，嗰個係世間嗰種福，嗰種福其實都係業障。點解咧？將你綁住喺三界六道裏邊，你想出嚟好難，你放唔下，你修行要有清福，咁呢個福報當然自己要去修先得嘅，譬如講你能夠護持修行嘅人，到你修行嘅時候就有人護持你。你唔去修福，你想自己有福都好難。咁仲有咩咧？障深為淺，障礙好深。譬如講呢個想修行嘅時候，障緣好多，靜唔到個心。啱啱話，今日有啲時間可以念阿彌陀佛啦。結果念咗幾分鐘，電話響啦，搵你有急事，要你去處理，好啦，關咗個電話機，嚟念佛，又念咗幾句咧，有人敲門，話你嘅電話點解冇開搵上門啦？呢個就係障深，有冇呢種情況有好多，總之就唔俾你修。佢亦都唔係故意嘅，但係就係你自己有業障，咁你唔可以同人哋發脾氣喎，你可唔可以俾我啲時間同人哋發嬲，咁唔得嘅，只有好好懺悔業障。慧淺就係智慧好淺薄，呢個智慧唔一定話你世間嗰種聰明，或者你知得好多，懂得好多，嗰啲未必叫做智慧。呢個智慧係斷煩惱嘅，叫做智慧。你會唔會起貪嗔痴？見到順境嘅時候，你唔會貪愛；遇到逆境嘅時候，你唔會起嗔恚心，會唔會發脾氣？你發脾氣就說明你冇智慧。連自己嘅煩惱都降服唔到，你點可能夠幫助別人呢？所以智慧係講破除煩惱嘅呢種智慧，呢個同學歷高低冇咩關係。學歷高嘅人未必有智慧，讀咗博士又點呢？未必有智慧噶，人哋激一激佢，佢就發嬲啦，就上當啦，冇智慧，反而不如人哋嗰啲冇文化嗰啲老太婆你點擊佢，佢都話如如不動。人哋有智慧，你點樣同佢鬧佢，同佢嚟傷害佢，佢就係笑眯眯咁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從來就唔發嬲，冇煩惱，呢個係智慧。佢唔上你個當因為煩惱係魔我唔想魔個當。
咁我哋智慧好淺啊，經常起煩惱，染心而馳，染心就係貪嗔痴嘅呢種心啊，一遇到境界就會起呢種染心啊，控制唔到，而馳就係好馳性，好容易好似嗰個烈火乾柴啊，一點就着啊，控制唔到。淨德難成啊！呢個淨德就係戒定慧，呢種係清淨功德啊！我哋有冇持戒啊？在家人至少要持5戒啊！三歸5戒，最基本嘅。如果5戒都冇做到，可以講唔叫做佛弟子啦啊！佛弟子同一般世間人唔同嘅就係我哋能夠持戒啊，不殺、不盜、不淫、不邪淫。在家就講不邪淫啦，出家人就全斷淫欲啊，仲有係不妄語，就唔欺騙啊，不飲酒。呢5條戒我哋要堅守啊。咁就係真正嘅佛弟子，有呢個戒嘅基礎，你先能夠漸漸得到定啊！你個心保持純正純善，就唔會有染心啊！咁時間長啦，就有功夫，呢個功夫就得定，因戒得定，因定就開慧、開智慧，就能夠破除煩惱。但係我哋確實，尤其係現代嘅社會，真係末法時期啊，5濁惡世啊，好難啊！所以就要懺悔業障。咁點懺悔啊？下邊講啦，今於佛前啊，虔勤五體啊，喺阿彌陀佛像前啊。五體投地就頂禮，五體就係兩個手踭兩個膝同埋額頭都喺個地下咁就叫做五體投地披力一心就係一心一意嘅唔諗其他嘅事情專心嚟禮佛。投誠懺悔一心就係投誠，就係至誠心，夾雜其他嘅妄想，個心就唔誠所以念佛又好，拜佛又好我哋就專注，千祈唔好就喺度諗嘢哎呀，我陣間依家2點幾啦3點鐘有咩安排呢個就唔係一心或者係我個仔陣間即係放學啦有冇人去接佢今晚煮咩餸湯係湯仲喺個爐上面個火仲未熄呢啲就係打妄想全盤放下個火熄咗之後就去拜佛就唔使心掛掛咁樣嚟懺悔業障，咁就能夠懺悔得乾淨。我及眾生抗劫至今所以懺悔唔單止自己懺悔，仲代一切眾生懺悔因為我過去做業嘅時候係對一切眾生嘅做業，譬如講殺生係對眾生嚟殺害偷盜嘅眾生嘅嘢邪淫妄語等等，呢啲惡業都係有對象，我都有損害傷害過眾生，咁依家我就代眾生一齊嚟懺悔抗劫至今呢個抗劫就係無量劫啦時間太久遠，到今日
咁所做嘅業就太多太多。起心動念無非是業，動一個念頭就有業。咁業點樣嚟嘅咧？原因下邊講，迷本淨心，因為我哋迷咗我哋嘅本來清淨嘅心。呢個本淨心就係講我哋嘅自性。好似六祖慧能大師開門嘅時候講，何其自性本自清淨。自性本來清淨，冇一啲染污，裏邊冇妄想、冇分別、冇執着，冇任何嘅造作，就係因為迷咗，迷咗之後就會有動相，就產生咗念頭。呢個念頭一動就會造業。最初嗰個時候嘅業好輕微。然後咧仲未覺悟咧就更加迷落去，越迷就越深，做個業就越嚟越重，最後咧仲貪嗔痴，放縱自己嘅貪嗔痴嘅煩惱，染為三業，三業係身口意，完全都污染晒。身做嘅係殺盜邪淫，口業做嘅係妄語兩舌，兩舌就挑撥是非，惡口鬧人，講啲難聽嘅說話，綺語就係講啲花言巧語，嗰種不真實無益嘅說話，意念上就係做呢個貪嗔痴嘅呢啲業。第三業都污染變成好污穢。咁呢啲業咧積埋係無量無邊。普賢菩薩行願品裏面講俾我哋聽，話假使業如果有形象，哪怕佢係極微細嘅，好似一個原子一個微粒子咁細，佢只要有形狀嘅，係有形嘅嘢，咁無量劫嘅業堆埋一齊盡虛空法界都容受唔到，太多。好在呢個業係冇形嘅，如果唔係我哋呢度虛空法界塞到滿滿噶啦，一個人嘅業就塞滿晒啦，咁多個人就麻煩啦。咁點解係無形嘅咧？因為呢啲業都係你嘅妄想個心生出嚟，而心係了不可得，所以煩惱業障亦都了不可得。所以我哋話消業障要有呢個信念，唔好認為話，我業障好重，我冇辦法消業障噶啦。你就不佢執着實在咗。其實業當體即空，了不可得。因為你有妄想有執着，所以先有業。當你將你個妄想執着放下啦，業盡情空，乾乾淨淨，自性本來清淨。所以冇話消唔到嘅業障，業一定可以鏟除乾淨，要有呢個信心。咁我哋雖然做嘅所作呢啲業障無量無邊，同埋所作嘅罪咎罪咎都係無量無邊。罪就係比個業就更加嘅惡劣啦。做呢啲殺盜人亡種種嘅惡業，甚至做咗5億嘅重罪，都係無量無邊。呢啲通過懺悔都可以消除。
仲有所結嘅冤業，願悉消滅。冤業係咩咧？同眾生結嘅惡業唔使睇前世嘅，呢一世都可能好多咁我哋都希望能夠消除通過懺悔可以消除。下邊一段亦係發願啦發嘅係四弘誓願，從於今日立心誓願，遠離惡法，誓不更造，勤修聖道，誓不退墮，誓成正覺，誓度眾生。呢個就係四弘誓願所有嘅修行都要從發大菩提心發願開始。呢度講話從今日開始立起心講嘅誓願遠離惡法，誓不更造，就係煩惱無盡，誓願斷。勤修聖道，誓不退墮，就係佛道呢個法門無上誓願法門無量誓願學，誓成正覺，就係佛道無上誓願成。誓度眾生，就係眾生無邊誓願度。呢個語言不同，但係就係四弘誓願。呢個我哋都好熟悉啦，就唔好太多解釋啦。下邊阿彌陀佛以慈悲願力，當正知我，當哀憫我，當加披我，願禪觀之中，夢寐之際，得見阿彌陀佛金色之身，得歷阿彌陀佛寶嚴之土，得蒙阿彌陀佛甘露灌頂，光明照身，手摩我頭，依覆我體。呢個係求感應，求阿彌陀佛以慈悲願力當正知我。阿彌陀佛他心遍知，法界一切眾生心裏邊諗乜嘢，阿彌陀佛都知道。當然我依家有咁樣嘅真誠嘅願望，阿彌陀佛就知道。咁希望阿彌陀佛哀憫我，即係可憐我，我真係一個苦惱嘅眾生，依家喺六道輪迴當中出離不了，希望求阿彌陀佛救拔我，當加披我。呢個披係鼻其實古音係讀披，同嗰個剔手旁一樣嘅音，就加持我。咁加持我咩咧？我願意喺禪觀之中喺度靜坐觀想阿彌陀佛嘅時候，呢個觀想方法咧好多喺《觀無量壽經》裏面講嘅16觀都係呢種禪觀。呢個禪觀唔係指一般嗰種禪觀，係淨土觀就係16觀法，觀經裏邊嘅16觀。咁第16觀就係持名念法所以咧禪觀其實就包括持名。持名就係念阿彌陀佛，唔使觀想都得嘅。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到一句一句好清楚，自己一個字一個字要聽得好清楚，咁就得。唔需要觀想都得嘅。但係想觀想都得。咁觀想咧就不妨用呢個文嚟觀。就係禪觀之中，夢寐之際，呢個瞓着咗之後。發夢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金色之身，身體係金色放金光。然後咧，我仲可以跟住阿彌陀佛去到極樂世界，遊歷阿彌陀佛寶嚴之土，七寶所莊嚴嘅國土。
嗰度嘅七寶啊，唔同於我哋嘅七寶金銀啊、琉璃呢啲啊，我哋嘅寶係好硬嘅所以咧佢係雖然係珍寶啊，但係佢個用途唔係好廣只能裝飾下譬如講戴喺個頸嗰度出到嚟咧，好似比較莊嚴一啲你極樂世界冇人戴嗰啲嘢嘅因為嗰啲隨地都執到嘅係嘛，同石頭泥土一樣你唔會話攞個石頭嚟戴喺個頸嗰度啊嘛所以極樂世界冇人稀罕呢啲寶嘅隨手可得因為地全部都黃金為地琉璃為地而且佢嗰啲寶好柔軟踩落去咧好似嗰啲地氈一樣好舒服嗰啲黃金又好嗰啲琉璃七寶都可以着喺嗰個身上當衫着七寶嘅衣服好柔軟我哋呢度啲寶就唔得所以佢嗰度啲寶係不可思議咁我哋都可以遊歷係真正親眼見到得蒙阿彌陀佛甘露水灌頂好似觀世音菩薩攞個甘露普瓶攞啲楊柳枝灑喺我哋嘅頭上，一灑落去之後，哇，從頭到腳都清淨晒，消除業障光明照身，佛嘅金光一照我哋成身都通透所有嘅罪咎都消除智慧增長善根增長呢個時候阿彌陀佛仲攞隻手摸下我哋嘅頭摸頂係受記甚至講俾我哋聽你能夠咁樣依教奉行非常之難得我將來以某年某月某日嚟接你，呢個就等於受記。有冇咁嘅情況呢？有我依家喺台灣正覺精舍就有一位老法師佢同我偷偷地講俾我聽，佢話12年前有一日佢喺寮房嗰度住，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就嚟到佢門口，大勢至菩薩入到佢嗰個室內面，同佢講話：我12年後嚟，我哋嚟接你。佢講嗰時候係11年前嘅事情，佢話明年就要走啦。所以我要睇下，我哋到時要幫助佢。呢個就係佛菩薩嚟同佢受記所以佢依家練佛練得好勤一日到黑就係攞一個佛珠等住阿彌陀佛嚟接，身體好好70幾歲呢個老人家所以呢個就係見到佛嘅殊勝功德手摸我個頭，衣服我個體攞個袈裟披到我嘅身上所以嗰種感受你自己可以體驗一下你平時你想觀想就用呢幾句話，又簡單又容易觀想。咁見到佛啦，下邊一段就講話：使我宿障自除善根增長，則空煩惱頓破無明，緣覺妙心確然開悟，直光真境常得現前。呢個係見咗佛之後嘅感應所得到嘅功德，就使到我宿世嘅業障自然就消除。我嘅善根就係我對於淨土嘅信心往生嘅信念我嘅願力增長，呢個就係善根。疾空煩惱煩惱好快就
妥晒。呢個疾就係快脆唔需要好長時間。頓破無明，無明係我哋嘅無明煩惱啊。前面講嘅煩惱主要講見思煩惱破咗見思就證得阿羅漢，出三界。呢度講話頓破無明，哇就更不得了啦！破無明就證法身就等於成佛啦！大徹大悟嘅境界，而且頓破頓就係立即唔需要修呢啲次第只要見佛，煩惱頓破。緣覺妙心，我嘅妙明本心就係我哋嘅自性，我哋嘅佛性圓滿嘅覺悟出嚟確然開悟就係心開意解大徹大悟。世出世間一切法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直光真境就常直光，就係講我哋嘅自性一真法界常得現前，亦即係話你住喺一真法界當中所以呢種人往生極樂世界，往生常直光土一去到極樂世界就成佛咁呢個成就當然係最高噶啦就係所謂上品往生。咁下邊係講臨終嘅希望臨終得到嘅呢個功德。至於臨欲命終，如之時至，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阿彌陀佛與觀音世至，諸聲言中放光接引，隨手提攜，樓閣床幡，異香天樂，西方聖景，照示目前，令諸眾生見者聞者歡喜感嘆，發菩提心。臨終嘅時候因為一生嘅修持所以臨終就非常之殊勝到咗壽命到啦同呢個世間嘅緣盡啦，呢個時候你預知時至知道幾時走幾年幾月幾日幾點鐘好似前幾年四川嘅魏國興老居士，佢往生預知時至，講明幾點鐘幾分幾秒12點正佢話要往生，所以到嗰日嘅12點之前嘅10分鐘，佢先行到嗰個法座上面一坐拜拜跟住嗰個鐘當12點鐘往生呢個功夫就好了不起真正預知時至所以我哋好好修行度眾生最後一下哇唔由得你唔信你話邊個有本事咁樣往生咁自在唔信都唔得嘅。所以依家你話屋企人好難度唔信唔緊要嘅等到我臨終嘅時候表演俾你睇你唔信都唔得。係好似我嫲嫲今年5月份往生，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睇下我嫲嫲往生嘅嗰個技術佢練佛練咗差唔多10幾年一日3萬佛號呢個係一開始唔肯練，我逼住佢練噶後尾佢練熟咗啦，一日3萬都唔間斷最後預知時至，提前2日知道講俾大家聽，而且佢發願喺我阿爺生日嗰日往生
果然就係嗰日往生。唔單止如斯時至可以揀日子添。所以佢走咗之後咧，嗰個佢嘅孫，即係我嘅堂弟，我係大長孫，佢係老二，佢咧晚黑就喺即係送殯前一日，就同大家一齊喺個靈前念佛，念到晚黑1點鐘左右，就見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攞住蓮花接引我哋宗家，我俗姓宗，宗家佢話見到13個祖先，包括我嘅阿嫲、我阿爺同埋其他嘅人，佢識嘅，就往生極樂世界。呢個唔係禪觀之中，亦都唔係夢寐之際，就係咁樣睇到嘅。佢話佢唔信都唔得，所以佢原先唔學佛嘅。我勸咗佢好耐，佢都唔肯信。依家佢自己就信啦。我話親眼所見啊，唔信都唔得。所以咁樣度眾生最殊勝嘅，而且你往生極樂世界，可以即刻就翻嚟化身度有緣眾生。所以老菩薩話：哎呀，放唔下個孫，你暫時先放下先去極樂世界，翻轉頭啦，你度你個孫，幫你個孫就容易啦。你話依家你幫都幫唔到幾多俾佢拖累佢咋？暫時先放下，先往生先。往生啦，以後可以永遠喺埋一齊。你如果依家冇去將來一起一斷輪迴之後變咗個身體啦，見咗面都唔識得噶啦。所以一定全部都要放。所以如之時至，身無一切嘅病苦厄難就係冤親債主，佢嚟騷擾你，嗰個好可怕。平時都係好似大家好老盤嘅，好似對我好有即係呢個對我好恭敬嘅，到我臨終嘅時候又嚟喊又嚟整，呢個時候拖累我，呢個都係呃啦。特別要送醫院就好麻煩，醫院嗰啲醫生可能大部分都係冤親債主，一送到醫院裏邊就身不由己啦，插管啦，又插嗰啲尿管、胃管、氣管，咩管都插到成身都係管，跟住綁到個床上，喺度受刑罰，你話嗰時候幾痛苦？咁我哋希望臨終嗰時候唔好出現呢啲情況，身無一切貪戀迷惑，個心對呢個世間所有都放下，冇話迷惑，冇貪戀，六根都非常之安詳自在，冇病冇痛，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呢個身體捨落去好似除件衫一樣咁簡單，好自在，如入禪定。呢個時候你見到阿彌陀佛嚟啦，同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清淨大海諸聖賢眾放光嚟接引你，隨手提攜，大勢至菩薩將蓮花安到你嘅腳下，觀世音菩薩拉住你嘅手，跟住阿彌陀佛就去極樂世界，仲見到樓閣藏幡，極樂世界種種嘅美景，鼻又聞到異香，仲聽到天樂，西方嘅嗰啲殊勝嘅境界昭示目前，非常清楚咁喺我哋嘅面前出現。唔單止我自己睇到，喺我旁邊嘅所有嘅人都睇到，就唔係假噶啦，係真噶。令諸眾生旁邊啲人見者聞者都歡喜，感動讚嘆，都發起菩提心。好似我阿嫲嗰個孫，依家佢都要發願求生極樂世界。好啦，下邊
我於爾時成金剛台，隨從佛後，如彈指頃，生極樂國。七寶池內聖蓮花中，花開見佛，見諸菩薩，聞妙法音，獲無生忍。於須臾間，成事諸佛，親蒙受記。呢個講往生嘅情況啊，見到阿彌陀佛嚟啦啊！喺呢個時候，你要坐上蓮台，呢個金剛台啊，係上品上升嘅啊呢種蓮台啊，我就隨住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一齊，如彈指頃啊，就好短促嘅時間就去到極樂世界啊！喺極樂世界七寶池內聖蓮花中化生，而且一去到之後就花開見佛，呢個就係開悟證得無生法忍啊！所謂原教裏邊嘅初住菩薩嘅地位啊，呢個係天台中叫做分證即佛，係真佛唔係假佛啊！分證佛初住菩薩就可以喺100個世界裏邊示現成佛啊，救度眾生啊！見咗佛，見到諸大菩薩，聞妙法音啊，佛同你講大乘法啊，即刻獲得無生法忍。無生法忍就係知道一切法本自無生。本來就不生，所以佢不滅啊！我哋所見到嘅生滅嘅呢種景象係妄心所見到啊！妄心放下啦，真心現前啦，就證無生法忍啊！呢個忍就係忍可安忍喺呢一種智慧當中啊，不動。於須臾間，好短嘅時間裏邊就能夠成事諸佛啊，去十方世界啊供養諸佛啊，去親蒙受記。受記就係佛同你預言啊，你將來幾時成佛啊，度幾多眾生啊，同你講啊，鼓勵你。下邊。得受記已，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無量百千陀羅尼門，一切功德皆悉成就。得到佛嘅受記之後咧，即刻就得到佛嘅法身、報身、化身，叫做三身。四智就係轉八識為四智，轉識成智。呢個就係開悟，呢啲名相就唔開解啦。我喺啱啱結束嘅佛七裏邊咧，有詳細講咗呢個西方法門，用國語嚟講嘅，大家不妨可以嚟聽一下。嗰個講咗10個鐘頭，呢個只講咗個零鐘，咁只能係簡單介紹。五眼所謂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五眼具足6種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呢個漏盡通全部都能夠現前。無量百千陀羅尼門，陀羅尼係總持法門一切嘅功德全部都能夠成就。下邊，然後不為安養，回入娑婆，分身無數，遍十方剎，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種種方便度脫眾生，咸令離染，還得淨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如是大願，世界無盡，眾生無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我願無盡。去咗極樂世界啦，具足呢啲神通智慧啦，做咩咧？
仲要翻嚟不為安養，就唔會違背極樂世界嘅呢個即係你唔等於不離開極樂世界，就能夠回入娑婆世界。就好似嗰個月亮，頭先舉個譬如，月亮仲喺空中但係你已經映入喺個水裏邊。你依家嘅真身喺極樂世界化身已經入到娑婆世界。你寫唔到個孫，你就喺呢個孫面前示現。分身無數，遍十方剎，唔單止去娑婆世界，他方十方世界，你都可以化身，以不可思議嘅自在神力，種種嘅善巧方便嚟度脫眾生，咸令離染，就皆使離開貪嗔痴嘅煩惱，回歸到自性清淨心，將來都能夠同生西方極樂世界，入不退地，亦都圓證三不退。咁呢種大願要發得廣大，呢個用世界眾生業同埋煩惱四個對象嚟同我個願嚟相比較。世界無盡，眾生亦都無盡，我個業無盡，煩惱都無盡，一切都係無盡，但係我個願更加要無盡，亦即係話呢個願從依家開始到成佛都不變。成佛之後咧，到駕慈航可以示現為菩薩，亦都係發呢種願，帶動一切眾生回歸淨土，究竟成佛。咁最後一段，願今禮佛發願，修持功德，回施有情，四因總報，三有齊支，法界眾生同緣總持。呢個講回向。願我依家所禮佛發願修持念阿彌陀佛等等持戒念佛布施種種功德，回施俾有情眾生，將呢啲功德回向俾有情眾生，四因總報，三有齊支，上報四重因，下濟三途。我嘅功德，我唔係自己獨享，係回向一切眾生，乃至法界一切眾生。呢個同最開頭嗰時候，普為四因三有法界眾生相對照，相呼應。咁依家我嘅功德都回向俾呢啲對象，希望一切眾生同緣總持。呢個種子就係佛嘅一切種子，就係成佛嘅智慧，亦即係話希望法界眾生同我同成佛道，所以係大圓滿。咁呢篇文咧就簡單咁同大家咧介紹到呢度，希望咧大家即係翻去，如果能夠每日朝頭早起床刷完牙洗完面啦，喺佛前做功課咧，不妨將呢篇文章好好讀誦，5分鐘就讀完啦，好簡單，讀完之後念佛，譬如講念10口氣，念10口氣嘅阿彌陀佛，跟住再頂禮3拜，最簡單嘅早課，晚課不妨都可以咁樣做，咁早晚都發願求生極樂世界，日日發願。到我哋臨命終時，一定可以願望成就，功德圓滿。咁最後咧，恭祝各位現世身體健康，吉祥如意。臨終嘅時候，心不顛倒，自在往生。阿彌陀佛。